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去巡视孤独疫苗注射情形，针对郭文的讲，做疫苗若果会死是伊歹运的讲法有解说。就算确诊，甚至好了，就算有死亡的话，毕竟那个几率是非常少。所谓市长讲的运气不好那句话的意思就是，这个几率是很少的。所以我想大家用比较理解的心情来看待这句话。另外，台北市政府还阁处理确诊案号19355伫信义区某一间会计事务所的员工，2月初3到2月初7拢有去办公室上班，目前居家隔离有403个人。另外，伫这栋大楼上班的有7000人左右，只能鼓励讲这人出来体检。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联医的所有量能我们都开出来，那希望说这些民众都能够去做这个 PCR 去做筛检。疫情万年新北市团新北市树南的嘉联疫电子厂一个移工确诊了后，完成1762个员工扩大的采检，有14例确诊。移工大部分都是在宿舍，所以它比较容易内部有传染的状况，所以这一次验出来是有14个阳性的确诊个案，我们全力以赴过年连续假期都结束，新北市即马爱全力顾这个疫情。这个境界敢会使小可放较凌厉，依然是充满变数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